其實我哋就咁見到呢個頌缽，你會諗起啲乜嘢呢？好多人會似一個飯碗係咪？咁啊冇錯，一開始咧頌缽咧係一個食具嘅出現，佢身份就係一個食具。咁至於點解會有呢一個食具嘅出現呢？咁呢個咧就關乎一個宗教嘅起源，佛教嘅起源有關。點解同佛教有關呢？食具同佛教有咩關係呢？就係因為佛教嘅起源嘅時候咧，佢哋需要揀一個窮鄉僻壤嘅地方，尼泊爾就啱啦。因為咧佢哋要遠離印度教一個好繁榮嘅一個地區嘅時候咧，我哋新興宗教喺個偏僻啲嘅地方開始咁啊，所以咧就關乎到尼泊爾嘅天氣啊。咁啊，因為佢哋個天氣係潮濕啦，會成日落雨啊，突然之間又會有好多變化咁樣啦，加上佛教起源苦修報道嘅特性咧，佢哋需要攞住一啲嘅食具周圍去唔同嘅地方去苦修嘅。OK， 佢哋好多時候咧都係要用化緣嘅形式去取得佢哋嘅食物。咁喺呢個時候咧，食具就好重要啦。但係竹製木製嘅食具喺呢個天氣底下咧，好容易變壞。OK， 反而咧，基於佛教徒知道尼泊爾人識得做金屬嘅器具，不如幫我打造一個唔係金飯碗，係銅飯碗啦咁樣。咁所以咧就一開始以食具嘅身份出現。